尋日咧就清明節啦，就諗住拜完山咧，就一家人咧就去飲茶嘅。咁點知咧就以前飲開茶嗰間酒樓就執咗笠。咁咧諗住用電話預約佢啦，結果咧就話嗰啲餐廳就話假期嘅咧就唔可以用電話預約嘅，一定要親自去book台先得。咁結果咧，我哋就去咗第二間可以用電話預約嘅餐廳食飯，咁又大概十幾個人去食，又超過咗千幾蚊。咁今時今日啊，咁今日服務態度咧就唔覺得香港啲餐廳啊越整越差。第一，服務態度已經唔係咁好啦。第二，餐單嗰啲價錢貴啊。第三，做嘢咧唔好靈活變通，你打電話去訂可以同餐商團隊其實都係一樣咧。總之你有生意就應該去做，冇早更有間，結果咧只會累死自己咧。所以如果香港想搞好生意咧，一定要從服務態度、價錢、食物質素各方面着手。如果唔係咧，香港只會死路一條。